夜晚嘅沙灘唔係你日間見到嗰種乾爽、熱鬧、帶住笑聲嘅沙灘。夜晚嘅沙灘係濕嘅、冰冷嘅、黐住皮膚嘅，仲帶住一陣鹹酸嘅味道，反而似一啲潮濕嘅衣物放咗喺暗角太耐，慢慢流出嚟嘅味道。你一踏落去，腳底會感覺到沙粒唔係鬆散，而係有啲黏，有啲重，好似有嘢用一種好溫柔但好固執嘅力度，慢慢包住你嘅腳，拖住你唔想你走。而海就喺前面，黑到似一幅冇光透嘅墨畫，啲浪光偶爾閃一下，好似有個人喺遠處用指甲刮過玻璃，唔刺耳，但你會覺得心口痕一下，唔舒服一下。浪聲係規律嘅，沙推上岸，推返去。但你聽耐咗，你會發現浪退之前會有一個好短好短嘅停頓，就係嗰半秒，短到好多人會忽略，短到你以為係自己聽錯，但只要你一旦注意到，你就會開始覺得嗰半秒唔係停頓，係等，係留位，係好似有人喺浪入面吸一口氣，準備講下一句說話。呢個故事就係由嗰下半秒開始，由嗰種明明冇人，但又好似有人喺附近嘅感覺開始，由一個小朋友聽到海入面有人開始。阿晴6歲，皮膚偏白，眼睛大得有啲過分，黑眼珠成日含住水光，唔係喊嗰種水光，係一種好似夜晚路燈反射玻璃上面嘅冷光。佢唔算特別活潑，亦唔算特別怕生，即係成日靜靜地坐喺窗邊，好似將自己截到好細，好似驚阻住屋企任何一點空氣流動。佢哋搬嚟呢度唔夠3個月，新屋近海，近到你夜晚開窗，條味就會入屋，連床單都好似永遠估唔透。阿敏做護理員要返夜更，屋企嘅夜晚經常係阿成一個人對住天花板，聽住窗外遠遠近近嘅浪聲。嗰晚，阿敏喺廚房揾衫、揾鎖匙、揾工牌，整個人忙到額頭冒汗，語氣都不自覺急咗少少。